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我的水杯。嗯，哎，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我嫌弃你。走吧，去文献室交接。走吧。年轻人的爱情真可怕。珍贵文献室每个月会进一批校友捐赠的绝版图书，一般会扫描一份电子版，上传至网上图书馆，还会提供一份复印版，供校友们借阅。原版的图书就会收藏在珍贵文献室，同学们只能来这里查阅。查阅之前需要先进行登记。没纸了，我去拿纸。我也去，我也得知道在哪。干嘛呢？大力选手吃菠菜啊？哼，怎么就会拿到？你能不能记上你的嘴？那我记蝴蝶结。死结。切。报告领导，我已经打扫好了。你能不能好好擦？这那么多灰尘，你看不见吗？看不见啊。这儿，这儿，哪儿？这儿。姓蔡的，我告诉你，珍贵文献是每周都会有一次出申工作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再也不跟你搭档了。好，我好好打扫。你给我擦这儿，擦那边去。好，这么爱擦架子，也擦。怎么了？我看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手这儿扎进木刺了，我找不着。别动。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找不到？找不着算了，没事的。我带你去校医院。啊，去什么校医院啊？这点伤去……我可不像某人说我没有好好照顾你。啊，你有病啊！我带他去校医院。嗯。